飲啖咖啡，食粒燒賣，燒賣，燒賣，今日講雪花蛋球，用料麵粉、雞蛋、牛油、清水、砂糖。做法：將牛油、清水注入煲中，放入煲中去，用慢火煮滾，加入準備個麵粉，加入麵粉，用木棍順時針攪成粉團，二將雞蛋逐隻加入粉團裏，用手搓成濃厚的麵漿狀，搓成有些少糊地咁樣啦，搓成糊狀啦。煮滾一鍋油，啲油煮滾，待啲油稍為冷卻將麵粉漿攪成小球狀，放入凍油中，再慢火加熱，至蛋球成金黃色浮起，更可撈出，夾去油粉，上碟，灑適量幼糖，即可上碟，已成。咁講呢啲，講雪花蛋球雪花蛋球咁講雪花蛋球。今日咧有芋頭食食芋頭呢個就已經搣咗皮嘅芋頭搣咗皮啦。芋頭，芋頭。飲啖咖啡，食粒燒賣，再今日講雪花蛋球咁講，大家講下雪花蛋球。雪花蛋球，加啲茶，抹下個嘴先，好啊！
今日同大家講下雪花蛋球啦，好啦，就講呢啲啦，拜拜。